有一顶骑水上奥多麦的好手，顶礼拜四为花莲港出发，骑到日本的石垣岛，昨透早回到台湾咯，完成一场真赞的国民外交。对镜头里的手看起来敢若拢袂忝。有欢喜无40外台水上奥多麦车到透早伫花莲港集合出发。 骑275公里到日本的石垣岛，13总算返来台湾，5天来往回真正不简单，因克服真侪困难。我们虽然看的气象是在海浪是1.2米，但出去的时候都是2、3米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们平常受到的训练，足以应付这些突发的状况。 水上奥多麦协会招47台奥多麦，将近几百名的车友到日本展开交流。半路有2台故障，修理好了，慢慢啊骑回花莲港。要么其他队员依然是成功完成任务。太棒了，那种感觉就是完赛了，然后是一个非常第一次的那种挑战，真的是我们真的都很开心。谢谢。看到车队凯旋归国，市长嘛到现场热情迎接。 离协会顶一摆到日本交流，已经是2012年的代志啊！即马克服万难，再度完成任务，然后队员创造纪录，嘛完成上赞的国民外交。